客家歌曲《月光光》摇滚版变成了客家骑马舞，小朋友个个像装了电池。换首曲子，载歌载舞，要挑战全国性的客家艺文比赛。 他们就是爱玩，尤其小孩子，如果说你给他很安静、很正经的课程，他们反而学不到什么东西。像在玩，但学习的根本核心要抓紧。尤淑梅担任客语新传师，要教客家话，注重孩子们发音正确，有巧妙方法。爱宝宝，爱宝宝，爱宝宝，爱宝宝。那是他们发音，因为他们不会矮。爱宝宝是牛的叫声，用动物的声音和动作让孩子联想发音，果然效果力见。吃饱嘛？ 怎么做？来吃饱嘛！吃饱嘞。那个吃饱就是狮子，吃饱饱，吃饱了很累，要睡觉。旁边的大人也很容易学会客家话。尤淑梅自编教材，运用快速学习法。小夫的长裤，臭七和八，七八是什么？麻吉，对不对？八，今天好累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好累哦。 唐诗歌谣、客家话结合手语，观察近1个小时的课程，小朋友很少分心。几乎说非客语家庭的，还有非客籍的人士，不管是大人小孩，他在接触客家这一块，其实他们现在是变得蛮有自信的。用某科的方式传承客家精神用不同的方式传承客家精神，没一种学习，也是一种学习。是的，明显感受到学习热情的改变。客语新传因为用心去找新方式，变得好玩而让人向往。 用无空用嘅方式传承客家精神，咪係一種學習。用無空用嘅方式傳承客家精神，咪係一種學習。謝謝宗儀老師。